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學，歡迎大家嚟到由澳門展翅服務協會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以及澳門演變文化協會合辦嘅以變促施、以愛踐行辯論比賽。我係今場嘅大會主席。今日一共會進行2場嘅初賽同埋1場嘅決賽賽事。2場初賽嘅勝方將晉身決賽，而每場賽事均設有最佳辯論員獎項。第一場初賽嘅辯題係科技發展對特殊人士融入社會利大於弊。對賽嘅隊伍為正方嘅澳門培正中學，以及係反方嘅聖若瑟教區中學第6校。喺比賽開始之前，首先為大家介紹我哋今日嘅5位評判，佢哋分別係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林雪金怡進中心副主任，澳門理工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梁啟賢副教授，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林敏芝副理事長兼社會服務總監，澳門演變文化協會副監事長梁文浩先生，以及係澳門展翅服務協會馬騰常務副會長。好多謝5位評判撥冗出席並擔任呢場比賽嘅評分工作，多謝晒。現在係宣讀賽規嘅時間。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同台下嘅觀眾以及外界有任何形式嘅溝通，違者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為人名、書名及專有名詞可以使用外語。任何發言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各辯論員須於計時員鳴鐘後先至可以開始發言。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盡快總結其演詞。而喺法定時間終止15秒過後，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而該辯論隊隊員將會被扣分。扣分制度如下：15秒過後，每過時5秒，將會喺評判給予該隊之總分扣除5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者亦當5秒計。請問雙方台對賽規是否有疑問？我冇啊，接住落嚟係試咪嘅環節。試咪嘅先後將會按照出場嘅次序。首先有請正方主辯林子瑜同學。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好感謝主辦單位為我哋提供咗今次比賽嘅機會，亦都十分感謝各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為我哋留低寶貴嘅點評。喺準備今次辯論比賽嘅過程中，我哋同學都了解咗好多特殊人士嘅需求同困境，更好地了解到特殊人士。咁我哋相信，透過社會嘅發展同埋我哋嘅努力，我哋嘅發聲，一定可以為特殊人士打造一個更包容、更共融嘅社會。多謝大家。接住有請反方主辯黃子軒同學。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啦。都多謝今次嘅主辦方提供咁舒適嘅場地俾我哋去比賽啦，同埋大家嘅準時出席，同埋今次辯題真係好有意義。喺我哋搜尋資料嘅途中啦，我哋明白咗好多關於特殊人士嘅困境啦，所以今次比賽得好有意義啊！多謝大家。試咪環節結束，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林子瑜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開宗明義，我方認為真正嘅融入社會唔係單方面嘅遷就，而係雙向奔赴嘅過程。一方面係特殊人士可唔可以主導自己嘅生活同選擇，另一方面係社會願唔願意同有冇能力為唔同嘅人預留位置。現實中好多特殊人士並非唔願意融入社會，而係社會冇提供合適嘅渠道。而家嘅社會公共空間設計淨係得一種身體條件嘅適配，教育同工作制度都係為多數人而設。
所以當社會缺乏多元包容時，融入就已經唔再係個體努唔努力嘅問題，而係有冇機會嘅問題。因此，我方認為科技嘅利唔單止係帶嚟方便，而係俾個人擁有更多選擇嘅機會，並推動環境改變。科技嘅弊大多數係源於技術未完善、制度未跟上嘅階段性問題，可以被修正同引導。所以當利不斷擴大，弊可以被改善時，我方立場理應成立。我方將由以下兩個層面論證。第一，科技令社會規則從死板變得更靈活，從制度層面減少特殊人士融入社會嘅障礙。以前社會得一套規則，開工要到現場，溝通要聽説讀寫，社交要面對面。呢套規則將行動唔方便嘅人困咗喺屋企，將視障人士同資訊隔絕，將聽障人士擋喺社交之外。呢啲特殊人士唔係唔想參與社會，而係根本冇辦法參加。但科技就改變咗呢套規則。微軟嘅視覺輔助技術令視障人士可以聽到周圍環境，分辨路牌同菜單。Google 嘅語音轉文字工具可以俾聽障人士用文字方式知道人哋講緊啲咩。國際勞工組織嘅報告指出，數字經濟嘅擴張讓大量行動不便嘅特殊人士可以跨越物理障礙，喺屋企就完成到高價值工作。可見科技令社會開始主動適配唔同嘅身體狀況，讓大家都可以以唔同嘅方式參與社會，而唔係將所有人塞入同一套規則入邊。呢個正正就係特殊人士真正融入社會嘅基礎同利處。第二，科技改變緊社會對待差異嘅方式，讓理解取代標籤化。好多人對特殊人士嘅第一反應仲係可憐，唔一樣，因為以前我哋好少有機會見到佢哋真實嘅生活，但科技就改變咗呢一點。喺社交媒體上，好多坐輪椅或者戴助聽器嘅朋友都自信分享佢哋嘅日常生活。佢哋唔再係被隔離、不被理解嘅特殊群體，而係活生生同我哋一齊喺一個社區入邊生活嘅人。呢種互動科技打破咗陌生感，增加咗包容同理解。以前戴眼鏡嘅人會俾人笑四眼仔、四眼妹，但隨住科技嘅普及，大家已經習以為常，完全包容。所以當輔助器變得同眼鏡一樣普遍，當語音轉文字變成大家嘅日常，大家就會慢慢意識到，用輔助器嘅特殊人士同戴眼鏡其實冇咩區別，都係社區嘅一份子。因此，當社會嘅目光可以因為科技發展而唔再停留喺特殊障礙嘅標籤上，而係包容每一個人嘅差異時，就可以打造真正嘅共融社會。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喪嘅發言時間係3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反方主辯黃子軒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有方所講嘅四眼仔嗰啲係教育嘅包容問題，而唔係科技問題。同埋聽障人士都係想融入社會，但係助聽器太貴啦，佢買唔起啊！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首先，特殊人士嘅定義同有方大致相同，而融入社會就要從特殊人士面臨嘅困境來説明。特殊人士因身心理嘅障礙，令到教育、就業落後，從影響到生活困難、經濟貧困，使其被社會孤立，無法融入社會。從就業實踐、社區參與等多個角度較難融入社會，需要更多嘅援助。所以今日比較利弊嘅標準就係科技發展對於特殊人士面臨上述嘅融入社會嘅各種問題時，係可以減輕到加深困難。如果只係提升咗少部分嘅特殊人士嘅上限嘅話，但對更大部分特殊人士嘅下限卻大大打擊嘅話，咁樣絕對唔係可以更利於融入社會。今日我方認為弊大於利，原因有二：第一，科技發展速度快，特殊人士適應難，特殊人士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學習同適應環境。例如智障人士要通過重複嘅訓練先去掌握一項簡單嘅工作，所以佢哋能夠勝任嘅工種集中於收銀、簡單餐飲、包裝、運輸等低技術重複性、需要清晰程序嘅工作。但係呢啲工種喺科技快速發展下，最容易被取代。以前來來超市有3到4位收銀，自動收銀機普及後，剩到1到2位。麥當勞等更加明顯，自動點餐機出現後，前線收銀大量減少，特殊人士最能勝任嘅職位消失得最快。根據澳門社工局2025年嘅數據，輕中度特殊人士於餐飲業零售行業嘅就業率3年內由30%跌到12%，失業人數增加超過70%。所以科技發展雖然令社會整體性更好，但對特殊人士而言係職位減少同埋重新適應嘅壓力。第二，科技發展不能惠及大部分特殊人士。有方提到好多科技啦，但係對於的確可以為特殊人士帶嚟希望。但係如果科技只能惠及極少人數，又憑乜話利大於弊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嘅數據顯示，全球15億聽障者中助聽器普及率不足10%，中低收入國家先得3%，而且越重嘅障礙就越需要高功率嘅設備，但價格就越貴，喐啲就上萬元。中重度障礙人士嘅普遍負擔不起，而肢體障礙人士嘅智能假肢甚至要10幾萬，真正受惠嘅人只係極少人數，連呢啲都唔係最頂尖嘅設備都無法普及，何來利大於弊啊？所以如果科技做到普及，如果科技做唔到普及，現實處境就無法改善。有方必須論證科技真係能普及先成立，否則就係空中樓閣。總結而言，科技發展對大部分常人嚟講，令生活更方便、更輕鬆。但科技發展嘅快速冇考慮特殊人士嘅適應節奏，帶嚟嘅壓力同昂貴嘅輔助設備難普及。所以今日嘅辯題為弊大於利，多謝大家。反方主辯喪嘅發言時間係3分0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正方一副梁正樂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今日對方辯友一直同我哋強調，特殊人士更加難適應科技，導致特殊人士同埋常人嘅差距拉大。但其實今日好顯然係一個不公平比較。我哋今日討論嘅係特殊人士如何融入社會，而唔係要特殊人士同埋一啲健全人士去比賽。評判利大於弊嘅標準應該係睇特殊人士係咪可以比過去嘅自己，比過去嘅特殊人士群體更加能夠適應社會，而唔係睇佢哋係咪爭贏咗健全人士。對於特殊人士嚟講，科技往往係意味住從0到1嘅質變，係雪中送炭。冇語音合成器，霍金就冇辦法同世界交流。有咗科技，佢就成為咗偉大嘅物理學家。即使健全人打字再快，講嘢再流利都好，你講唔通話霍金冇融入到社會咩？平民百姓都一樣，科技令到聽障人士通過語音轉文字重新聽到聲音，令到智障人士通過外骨骼重新企翻起身。呢個係消除緊生理障礙所帶嚟嘅絕對隔閡。係對融入社會嚟講利大於弊。再嚟，對方今日擔心話科技太貴，貧困導致冇法負擔呢啲科技，呢個更加係一個嚴重嘅歸因錯誤。買唔起藥唔係健保制度嘅問題，唔係藥物研發本身嘅問題。同你方今日主張買唔起科技買唔起設備，係社會福利政策嘅問題，唔係科技發展本身嘅弊端。如果今日我哋普及唔到俾呢啲特殊人士，我哋就應該去制定更加多政策去普及，而唔係怪罪科技本身。恰恰相反嘅係，科技發展嘅本質反而係降低成本。過去盲人閲讀可能需要購買幾萬美金嘅專業儀器，而家一支普通嘅智慧型手機內建嘅免費輔助功能，就已經可以令到視障朋友聽書、識別菜單等等。如果冇科技，特殊人士想要融入社會，往往需要依賴高昂嘅人力看護，呢啲先係真正嘅貧富壁壘。而我哋今日見到科技嘅普及化，唔係你方所講嘅增加，恰恰係讓成本下降，係打破呢種只有富人先可享有嘅優質生活嘅特權，令到平民階層嘅特殊人士都可以獨立獲取資訊。呢個唔通唔係最大嘅利咩？最後，其實今日融入嘅本質並唔係我今日親身參與，我親身逼巴士艱難咁出入辦公室嗰啲先叫融入。融入嘅本質係建立同社會有效嘅連結同埋價值嘅交換咯。比如話，對於一啲嚴重嘅社交恐懼或者自閉症嘅患者，強迫佢哋進行實體嘅接觸，往往會帶嚟巨大嘅痛苦。呢啲先係真正嘅排斥。而我哋見到科技正正係提供咗一個緩衝區。更重要嘅係科技創新咗全新嘅就業形態，因為行動不便嘅殘障人士，可能過去只係被困喺家中，成為被撫養人口，而家佢哋可以通過遠程辦公成為工程師、設計師，甚至好似日本嘅分身機械人咖啡廳咁樣，可以令到漸凍症人士通過移動佢哋嘅眼球去控制機械人嚟接待客人。佢哋雖然身體喺屋企，但佢哋嘅精神、佢哋嘅勞動價值已經完美咁融入喺呢個社會運轉之中。呢個唔係隔離，呢個係科技賦予嘅尊嚴。綜上所述，科技發展給予咗特殊人士講嘢嘅嘴、睇到嘅眼同埋創造價值嘅機會，因此我方辯題理應成立。多謝。正方一副喪嘅發言時間係3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反方一副李宇橋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
油方都知道要普及，但係油方今日都未做到啊嘛。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油方話科技可以帶嚟新嘅工作，但事實係現時嘅科技發展速度過快，對於特殊人士嘅門檻越嚟越高，專業知識、科技能力又會不斷更新，大部分嘅特殊人士都要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去適應，咁只會令佢哋更難融入社會。並且油方提出嘅課金嘅工作方面都係少數個例，請唔好以偏概全。反觀我方提出第一，科技發展速度快，特殊人士適應難。因為科技發展令部分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呢種高效嘅代價往往係最先由弱勢群體承擔。就好似中國京東嘅物流係2023年10月起，因為技術發展，將原本提供俾肢體障礙人士嘅150個包裹數碼搬運等工作，共同減少為剩低嘅20個技術工作。以及美國嘅快餐業更有80%嘅聽障服務員嘅工作被取代，令整體特殊人士失業率升4成。而特殊人士面對住科技發展帶嚟嘅結構性失業，根據2024年 OECD 嘅數據指出，有60%嘅特殊人士嘅失業原因就係因為自動化及人工智能嘅發展，並且特殊人士嘅再就業率不足2成，而重度特殊人士成功轉型嘅更係少於9%。咁想問下油方，如果揾到第二份工咁簡單，請問點解會有呢啲數據啊？並且工作唔單止係佢哋嘅收入來源，更係特殊人士融入社會、面對大眾嘅重要渠道。呢啲正正就係阻礙佢哋融入社會嘅更大弊處啊！再睇下生活方面，近年嚟科技發展，無論係政府嘅一戶通或者網上銀行，睇落好方便，只要係手機按幾個掣就可以完成。但呢種方便對特殊人士嚟講根本就係咁大嘅阻礙，例如對視障人士平台未有語音導航，對智障人士操作複雜繁瑣，最後不如到現場辦理。可能科技發展後會有部分平台有所改善，但改善咗一個之後，又會有另外一個嘅新科技出現，令特殊人士唔可以使用。特殊人士同科技發展就好似夸父追日一樣，特殊人士一直努力追趕，但科技永遠越嚟越快，產生咗永遠都有嘅滯後性科技歧視，令佢哋永遠都追唔上，被科技被社會拋喺後邊。我方唔反對，對於可以用到油方所講嘅外骨骼嘅少數特殊人士，的確有帶嚟部分嘅利處，但今日嘅辯題係利大啲定係弊大啲？少部分嘅利處卻帶嚟大部分特殊人士從工作上嘅結構性失業，再加上再就業轉型困難嘅雙重阻礙，而且生活上對於普通人科技發展帶嚟嘅方便，對於特殊人士係永遠都有滯後性嘅科技歧視。所以科技發展想像就好美好，但事實就係加大特殊人士與社會嘅鴻溝，絕對係弊大於利。多謝。反方一副數嘅發言時間係3分0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正方二副林玉成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對方講解一個問題，話成本太貴啦，呢啲殘疾人士買唔起。但我哋見到今日當科技發展嘅時候，呢一啲技術嘅提升，等佢哋可以攞更大規模生產，顯著咁樣降低生產成本咯。就好似印度嘅科創公司 Java Food 咁，佢哋利用成本更低嘅物料去製造義肢，成套嘅腿部嘅假肢嘅價格僅為$25，同對方講嘅假肢價格高昂完全唔一樣咯。所以我哋見到隨住科技嘅發展，反而係會令呢一啲成本去降低，等更多人可以負擔，等佢哋可以重新融入社會咯。對於呢啲發展中貧窮嘅人嚟講，呢個意味住佢哋可以重新行路，可以重新落田工作賺錢嘅時候，佢哋唔再係一個等待被照顧嘅人，而係可以重新成為社會嘅一份子，投入到社會嘅生產活動入邊咯。而對方第二個問題又話經濟科技帶嚟嘅經濟轉型會令佢哋失業。冇話特殊人士啊，我哋依家普通人都有機會面臨失業。一個學咗10幾年嘅程序員都會失業嘅時候，對方只係關注咗失業呢一個部分，而唔係新增嘅就業咯。我哋見到係經濟轉型、數字轉型嘅時候，有更多新嘅崗位被創造出嚟咯。就好似啱啱我方所講嘅，喺日本嘅咖啡廳，一啲漸凍症嘅患者可以透過遠距離工作呢種新型嘅科技，令到透過眼球去控制機械人嚟進行一個餐飲業嘅運作。呢一啲就係新式科技所帶嚟嘅就業。而對方今日就只睇住失業嗰部分，話好多人失緊業，就唔睇新創造嘅崗位帶嚟嘅正面效果咯。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身心障礙者嘅就業率喺
近年達到咗歷史新高。喺疫情之後，就業人口同比攀升22.4%，創至2008有數據以嚟嘅最高紀錄。呢個就係科技所帶嚟嘅正面影響咯。對方只睇失業，但其實我哋見到科技背後、數字經濟背後係對於好多身心障礙者一個莫大嘅幫助咯。今日佢喺屋企，佢可以使用自己一啲無障礙設施，例如無障礙嘅台、無障礙嘅廁所、一啲無障礙嘅電子設備嘅時候，等佢更高效咁工作，而唔需要去到傳統嘅辦公室。呢個就係科技對就業市場帶嚟嘅正面影響咯。而對方今日唔可以淨係同我哋講話好多人失業而唔睇新增嘅就業，顯然係冇辦法論證今日嘅辯題咯。而今日我哋見到主編嘅數據都提出，國際勞工組織話，今日喺科技嘅幫助底下，有更多人、更多呢啲特殊人士，佢可以從事高價值嘅工作。好似對方所講，佢哋唔再做收銀員咯，而係可以正式咁樣成為一啲企業入邊嘅一員，去從事一啲更高價值、更高技術嘅勞動嘅時候，顯然對佢哋嚟講係利大於弊，都可以幫助佢哋融入社會咯。今日好似我方舉嘅一啲例子，今日一個視障人士睇唔到菜單，今日當一個輪椅使用者冇辦法開門嘅時候，我哋見到科技嘅發展，佢所帶嚟嘅一啲文字轉語音嘅功能，一啲自動門、一啲電梯嘅時候，顯然係令佢哋無論係出行、工作各行各業都更加方便。等佢哋由一個被動被照顧嘅人，有一個主動參與社會活動嘅人，幫助佢哋融入社會。多謝。正方二副數嘅發言時間係3分05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反方二副黃禮軒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鐘，準備我可以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友方個願景講得好靚，好似每個特殊人士都可以過一個好開心、好快樂嘅生活。呢個今日都係我方嘅願景，我都想做到，但係今日就係普及唔到，未做到啊嘛。如果唔現實，咁我就講個現實俾你聽。好，再者，根據呢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喺2022年發布嘅全球輔助科技報告，輪椅需求者約8000萬人，喺全球得5%至35%嘅人能獲得，5%係中低收入嘅國家，35%係富有嘅國家先可以獲得，所以啲有富有嘅地區嘅人普及率都不足一半嘅時候，友方你憑乜嘢同我講佢哋仲可以過上快樂嘅生活？好，再者，今日友方又同你講成本下降之而每個特殊人士都有科技就可以幫到佢哋。但今日我方見到就好似呢啲嘅耳機咁樣，人工耳蝸佢哋發展咗咁多年，做咗咁多年情況下，助聽器都係僅僅不足15億嘅聽力障礙者需求，淨係做到咁多咋。咁所以其實今日友方根本普及唔到，就係做唔到呢啲嘅利處咯。所以友方嘅利都剩翻35%咋。所以我哋睇翻現實啦，喺醫療科技方面，其實如果你根本就普及唔到俾特殊人士，友方嘅利處都冇大家想象得更加好。再者今日友方又有一個邏輯謬誤㗎。科技發展若果真係幫助到啲配態到輔助嘅輕中度特殊人士嘅話，咁呢啲你咁我方就當然承認。但我比較想知嘅係點解今日友方佩戴唔到呢啲輔助器，冇呢啲輔助器，冇呢啲科技嘅特殊人士都算係友方嘅利處嘅？喂，你嘅標準都真係雙標下喎。再者今日友方又同你講不公平比較，但其實今日我方冇話過要同普通人比，特殊人士都有佢哋自己嘅賽道。但今日我方見到更加多嘅就係佢哋嘅科技比咗落去，即係美國 SSI 同埋英國嘅福利系統已經數字化，改用咗線上嘅申請為自動審核，讓申請更加快，但界面就常違反咗呢個無障礙嘅指標，導致認知障礙者混亂。此外，低收入殘缺者都缺乏設備，無法惠及。呢就係科技發展為特殊人士帶嚟嘅弊處咯。當科技再一次更新換代嘅時候，佢哋又要等多4年、5年，跟住先開始用到。呢個就係今日友方冇見到嘅滯後性問題啊！所以長遠係幾時？係咪要等到特殊人士犧牲咗而家一代人教育就業黃金期，去等一個唔知幾時嘅未來呢？當健康碼一出，老人家就入唔到超市，網課一堆，聽障人士就跟唔上情況下，呢個就係今日友方冇見到嘅嘢啊！好，在席今日友方有同你講可以提供新嘅工作崗位，但係友方唔知嘅係，明
另外，通常同我哋講，每日工作3小時，可能對我哋一般人嚟講真係冇乜嘢難度，但係對中度嘅殘疾人士同埋特殊人士嚟講就十分之吃力。有銷售，佢哋每日都訓練緊銷售技巧、收銀程式、貨架整理。當呢啲嘢俾科技取代，要佢哋重新發展嘅情況下，仲要重新訓練，其實係十分之困難。呢個都係今日有方冇見到嘅嘢，但今日我方見到更加多嘅係，就算佢哋訓練完之後，當科技再一次普及佢哋訓練完嘅崗位之後，呢個死循環係一日跳唔出嚟，都係有方冇見到嘅嘢。多謝。反方二副喪嘅發言時間係3分0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係自由辯論環節。自由辯論發言必須喺兩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正方1名隊員發言，然後由反方1名隊員發言，雙方輪流，直到時間用完為止。各隊耗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落座，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喺總時限內，各隊隊員嘅發言次序、次數同用時都不限。而一方嘅時間已經用完，另一方可以放棄發言，亦都可以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放棄發言不影響計分。每方均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而喺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示意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如果唔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而家1分鐘嘅時間俾雙方作準備。示威。時間到，有請正方發言。以前殘疾人士連出行都成問題，出街去麥當勞做收銀就業都冇可能。但今日有咗義肢之後，佢可以同其他人一樣出街做嘢，難道唔係更好地融入社會嗎？今日我方見到嘅融入社會唔單止係出街咁簡單，都要睇埋佢哋就業問題㗎嘛。即係不如我哋睇翻先啦。不如由方你俾個因為自助收銀機而失業嘅中度智障收銀員，你會建議佢做一個 AI 嘅主標師嚟去寫手機程式。如果兩樣都唔係，由方俾方案我。首先多謝對方同我承認，我哋今日見到人哋可以正常出街，我都可以正常出街嘅時候，人哋就唔會歧視我，唔會以一個不平等嘅目光睇我。作為有方同我想問你，如果你出生喺100年前嘅民國，係一個特殊人士，你會有啲咩就業機會啊？有方你答翻我先，點啊？你俾一個方案我先。一啲肢體殘障嘅人士，我方已經同對方講咗，我哋由數字經濟可以遙距工作。而對一啲智力障礙，其實我哋都有庇護工場，例如展示協會旗下，佢哋都有好多庇護工場嚟保障佢哋嘅就業咯。所以並唔存在地方今日講嘅情況。好，所以有方咁啱先講嘅全部都係嗰啲可以幫助啲社區機構幫助佢哋嘅。咁如果啲冇社區機構嘅，佢哋點算？我哋不如答翻我先啦。如果我係出生喺100年前民國嘅特殊人士，我會有啲咩就業機會啊？咁有方你都唔答我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今日有方都俾唔到一個佢哋應該點樣培訓，有方之後佢哋轉型下一個繼續轉型落去都係一件十分之困難嘅事咯。好在就係我們社工局數據同佢哋講，輕中度特殊人士嘅餐飲零售行業就業率從30%跌至12%，情況點解決？依家處經濟轉型階段，唔單止特殊人士要轉，正常人都要轉型啦。但我哋見到今日轉型之後有咩機會？就係數字經濟呢啲新嘅機會嘅時候，對方就隻字不提咯。所以對方其實今日全程都係不公平比較。所以有方 OECD 嘅數據都同我哋講，再就業嘅成功率都不足於2成。有方有見唔見到？
所以李方今日一直同我洗嘅就係科技令到大部分人失業咯。但我方嘗試用嗰個例子同你證明，喺好耐喺科技甚至未發達之前，特殊人士連一部分就業機會都冇。當你出生人以前，如果你係一啲有肢體殘障特殊人士，甚至人工作嘅機會都冇嘅時候，科技正就係給予佢哋機會，而唔係扼殺佢哋嘅機會。所以總結而言，今日有方無論係從佢哋嘅再就業率，佢哋都俾唔到一個佢哋點樣再重新工作揾翻工嘅嘢俾我哋嘅咯。再者問翻你啊，有方你講普及率啊嘛，我科技庫嘅好處我哋都見到啦。你全球雖然大助聽器嘅人使用率低於17%，中國佩戴率得5%至10%，有方又見唔見到？所以其實對方都堅持就係科技要繼續發展，等呢啲產品更加平，係唔係啊？因為我哋要停止科技發展啊！當然啦，我哋當然希望科技可以繼續咁發展啊嘛，但我方更加希望嘅係喺科技發展嘅過程，我哋可以多啲顧及呢啲特殊人士，去惠及佢哋，顧及對佢哋考慮佢哋嘅感受，呢啲係我哋而家要做嘅嘢。如果科技發展真係弊大於利嘅話，點解你方要發展啊？有方同學助聽已經出咗咁耐，仲未降價，有方同學睇唔睇到？我哋見到依家助聽器越嚟越普及咯，甚至蘋果嘅藍牙耳機對於一啲中輕度嘅聽障都有用嘅時候，僅僅係售價千幾蚊嘅時候，呢個就係科技發展帶嚟嘅成本下降咯。再問多你翻一次啊，如果真係弊大於利，係咪要停止發展科技？呢啲產品嘅價格會降低？我哋偷換概念喎，嗰啲耳機其實唔係我哋特殊人士用，我哋一般人用。如果我哋全場都係偷換概念，你哋降價都係降價緊啲一般嘅耳機咋。所以聯合國同你講，普及率得5至35嘅情況下，油方都睇唔到咯。所以我哋講翻就業率嘅所以今日我哋提翻滯後性，有人就話我哋可以幫到佢哋，又可以點樣？但係今日我方去見到啊，請問呢啲滯後空窗期時有特殊人士承受嘅教育、就業安全風險，油方你又見唔見到？所以過去連助聽器都冇咯，依家到17%先，以後咪越嚟越高，成本越嚟越低，以後普及率咪越嚟越高咯。點解我哋要唔發展科技啊？所以呢係以後咯，有方你以後10年普及100%嘅時候，再同我打條辯題咯。所以答翻我就業嘅問題先好冇？就業性問題先好冇？有方以前係0，而家係17，咁係咪就係有利發展？你方唔好同我講以後，而家爭取咗以前冇任何機會，而家佢哋有一啲重新發展，有一啲聽嘅機會，係咪進步咗？你方唔好同我講以後。有方咁，不如你同我講你要發展到幾時？100年後嘛？我淨係同佢講而家以前，可能你方所講耳機咁樣，以前耳機一出嘅時候可能要幾千美金，但係正係多啲人用咗嘅時候，佢價格咪降低。對於特殊人士嘅儀器講，都係一樣。我哋啲人見到而家無論係義肢或者人工耳蝸，佢哋價格都降低，更多人用嘅時候，呢個趨勢就係發展嘅趨勢。所以其實今日我方從頭到尾唔反對科技發展，但係帶嚟嘅滯後性問題，有方又點樣解決啊？你哋而家帶到嘅人咁真係利處，咁我哋都承認，但係帶唔到嘅人又點算？有方又唔講，滯後性問題又唔同佢傾。係啦，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從來冇否認過利處啊，佢哋就驚太貴，然之後有滯後性問題。但今日我方已經同你講咗，其實呢啲唔係成立。好啦，再問你方啦。好啦，所以請問你方同學，今日你方對於特殊人士嘅困境係點樣知道㗎？從冇人話嗎？有方所以滯後性問題，有方唔答我總結埋你先啦。所以今日有方冇見到，佢好似係視障人士嘅時候，喺疫情嘅時候，呢啲學生要點樣上網課？佢哋望住個屏幕，佢哋望唔到。有方呢啲就業呢啲嘅學習黃金期喺疫情嘅時候有點樣讀書？有方呢啲都見唔到。好，再者啦，科技發展用至咗，所以其實總結而言，今日有方就係好唔現實。多謝。所以有方同學最後同我哋使嘅係特殊人士，佢哋學習唔到。但係我想同你講，以前科技未發展嘅時候，佢哋甚至無論係普通人、特殊人士都好，佢哋嘅識字率係接近0咁滯嘅時候，我哋今日見到科技發展，冇錯，佢哋有上網課嘅機會，佢哋有重新學習、重新發展嘅機會嘅時候，我哋見到科技正就係俾咗佢哋一個對於特殊利大於弊嘅一個。有方同學從頭到尾就係識得講一啲好普通已經。反方時間到，請正方繼續。正方時間得到啦。自由辯論環節結束，現在1分鐘時間給予雙方作總結嘅準備。
時間到，按照發言嘅次序，有請反方結辯林嘉瑾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半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Hello， 得唔得幫下我啊？麻煩工作人員幫手搞緊咪，唔該。笑啦，都要笑啦。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比賽到尾聲就讓我為大家總結成場比賽。第一，今日有方缺失論證，今日同我哋講話，其實佢知道㗎，科技其實而家係仲喺一個完善嘅過程當中，但其實除咗仲未完善之外，仲有啲好貴到根本負擔唔起嘅產品，仲有一啲會取代埋佢哋嘅自動化系統工作，以及對於特殊人士根本唔完善同埋仲會造成嘅滯後性問題，又從來都視而不談㗎喎。有談嘅話，之後越嚟越平咯。咁呢個時候要點等啊？呢幾年呢10幾年嘅空窗期點算啊？一代人嘅教育就業黃金期冇晒又點算啊？有方有從來都唔同我講㗎喎。第二個錯，今日有方以偏概全，今日有方有同我哋講話用眼球去控制一啲嘢啊，等佢知道一啲嘢啊，仲有啲咩愛骨骼啊。咁呢啲我方都承認嘅，的確有部分嘅特殊人士可以得到科技發展嘅幫助，我方絕對唔否認。但如果有方今日想用呢啲嘅個別例子嚟代表晒成個特殊人士嘅群體，我方就絕對唔認同啦。因為少數嘅特例而去忽略晒呢啲更加大部分同埋更加平凡嘅特殊人士面臨緊嘅呢啲結構性困境，呢啲先係今日嘅問題所在。第三個錯，今日有方缺失比較。今日有方同學好理所當然咁樣覺得特殊人士只要加一個科技就好好㗎啦，但中間面臨嘅呢啲困難同埋壓力又從來都隻字未提嘅喎。肢體障礙人士係結構性失業之後轉換新工作，明愛通訊同你講，每日3個鐘嘅職能訓練已經係好盡力，但都係揾唔到新工作。呢啲弊處有視而不見，唔去比較，唔去了解，而係不停咁同我強調，如果有最新最好最貴嘅科技產品，就話特殊人士融入社會嘅困難就會輕鬆消除晒。呢啲會唔會先係對特殊人士最大嘅唔尊重呢？繼續嘅就係、其實尊重唔係用片面嘅誤解去包裝而家嘅現實，真正嘅尊重係深入了解更加普遍嘅特殊人士，去了解佢哋嘅困難。其實特殊人士只不過需要多少少嘅時間同埋多少少嘅幫助，就可以好似常人一樣完成好多嘅事情，好多好高嘅成就。但科技正就係推動住社會高速前行，就造成呢個特殊人士同常人嘅差距越嚟越大啊！所以今日我方要做嘅就係承認科技發展帶嚟嘅更加大嘅唔公平，然後繼續由我哋去協助佢哋、支持佢哋，幫助特殊人士面對呢啲嘅弊處，先係我哋今日要做嘅反思。其實唔瞞大家，我哋一開始準備呢題辯題嘅時候，都係抱住同有方一樣嘅諗法㗎。科技嘅發展咁多利處，要點樣去證明弊大於利呢？所以我哋決定親身去採訪特殊人士工作嘅紅光軒超市，聽到佢哋嘅真實故事，先令到我哋真正咁樣去了解特殊人士嘅困難，去深深反思科技對我哋嘅利處，對佢哋係咪又係真係利處呢？正就係呢啲面對面嘅接觸同埋用心嘅聆聽，先會令更加多嘅聲音同埋處境被聽到同埋被思考。就是今次嘅比賽亦都一樣，推動成個社會嘅認知包容，創造一個真正接納佢哋嘅平台，先係打破隔閡同埋推動改變嘅根本力量。其實科技只係工具，可以發展得幾快幾犀利都好，但如果冇人停低落嚟等下特殊人士，佢哋永遠都追趕唔上。就似詩人泰戈爾講嘅，用生命影響生命，先可以真正咁幫到特殊人士融入社會。多謝各位。反方結辯狀嘅發言時間係3分2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有請正方結辯曾偉斌同學，你嘅發言時間係3分半鐘，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示威，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唔好意思啊，啱啱聽咗有方同學成場嘅發言，我有少激動，所以容我慢慢嚟講。今日咧有方同學開出咗2條線，一條係有關於一啲智力嘅特殊人士嘅問題，一啲係有關於其他特殊人士，我哋一個一個嚟睇。對於嗰啲智力嘅特殊人士，佢哋提出而家一啲收銀員，而家一啲快餐店嘅一啲就業率下降咗，所以佢哋將呢個嘢歸咎為係科技發展帶嚟嘅弊處，所以佢哋認為科技發展弊大於利。但事實係咪真係咁樣呢？
呢個收銀員失業係咪又真係因為科技同埋科技一個造成嘅呢？我哋可以見到，無論係之前嘅疫情，定係而家一個經濟不景氣嘅情況，都會導致一個全社會範圍普遍嘅失業。我哋係咪應該要將所有嘅原因歸咎於科技呢？而且對於一啲特殊人士嚟講，我哋有好多一啲庇護工廠都可以提供到一定嘅一個就業嘅一個崗位俾佢哋，而且正如啱先我方嘅義父所提到我哋而家有啲遠程辦公啦，一啲遠程嘅一啲店、一啲咖啡店啦，或者係甚至係一啲人工智能數據嘅一啲標註師，呢啲都係一啲智力嘅特殊人士可以勝任嘅工作。咁對於第二條線嚟講，有方同學提出，佢話而家科技產品太貴啦，好多人都用唔起，所以佢冇利住。但係事實又係咪真係咁樣呢？我哋見到嘅事實係喺100年前、200年前冇呢一啲科技、冇呢啲耳蝸嘅時候，可能特殊人士只有一種方法融入社會、參與社會活動，就係僱用一個全天候照顧佢哋嘅一個看護。咁呢個成本係咪更加貴呢？而呢一個係一種特權，而今日科技發展帶嚟嘅一個本質嘅利處就係乜嘢？佢將一啲原本嘅一啲特權，將一啲奢侈品變成咗而家我哋日常生活中有機會可以接觸到或者係選用嘅一啲日用品。而我哋可以見到，隨住一個科技嘅發展，其實耳機嘅耳蝸嘅數量同埋耳蝸嘅質量同埋佢嘅價格同埋輪椅質量同埋價格都係不停咁提升同埋改善緊嘅。有啲同學話而家耳蝸好貴，話而家耳蝸唔夠普及。咁你哋有冇提出過任何嘅數據證明而家同埋以前耳蝸普及數量冇變過呢？我哋可以見到雖然少，但係我哋更加要努力咁發展科技，呢個先係令到更多嘅特殊人士融入社會嘅一個唯一嘅途徑。好啦，我哋再嚟睇有方同學啱先所講到，佢哋話要以生命影響生命，要去關注特殊人士。我想問下有方同學啦，如果我哋而家唔係一個全球化嘅時代，我哋冇互聯網，我哋冇網課，我哋冇辦法查資料，我哋點樣去了解到咁多有關特殊人士嘅資訊呢？我哋太過於習慣我哋日常當中嘅科技，所以我哋先忽略咗其實你想要做到呢啲嘢，都依然離唔開科技。最後就係想分享一個故事咧，就係啱啱我嚟到呢一個場地嘅時候，由於行錯咗路，去咗北區嗰個服務中心，於是乎咧，我就跑咗20分鐘過嚟，成個人喘晒啦。咁但係呢個過程當中，我以前我可能會覺得自己好唔好運氣啦，但係而家我覺得好慶幸，至少我可以擁有奔跑嘅權利，我可以擁有行上街去感受呢座城市川流不息嘅呢個權力，去感受、去接觸、去試錯、去做呢啲烏龍嘅事情。而我相信其實融入社會唔需要好多好高大上，唔一定要就業先得，佢只需要可能你踏入社會去感受佢，去接觸佢，去同更多嘅人建立連結，係啦，去產生更多唔好嘅回憶，哪怕呢個係一個錯嘅嘢都好，都唔緊要，因為呢個係第一步，有咗第一步先會有以後嘅更多步。而我哋正如我哋所講，我哋普通人都唔係盛傳，我哋係小滿勝萬傳。多謝大家。正方見面狀嘅發言時間係3分3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翻爭辯比賽告一段落。現在我哋先請各位工作人員收分紙，唔該晒。現在請各位評判就對賽雙方嘅表現作出一啲寶貴嘅意見。首先有請林敏芝副理事長。各位同學主辦方好嚇，咁即係好開心啊！今日即係聽到兩方面，我自己都心跳加速啊！即係好感謝你哋嘅呢一個嘅叫做準備。咁就唔好講話點評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兩方面其實都唔容易，因為科技發展始終有一個新嘅，即係始終無論幾時都係新嘅。好似頭先同學話嘅，因為即係其實科技話要發展咗好多年，但其實永遠都好似係永遠都要追趕住嚇。無論可能係特殊需要人士定係我哋嘅一般嘅一個市民都係。咁頭先咧即係喺即係正方啦嗰度都有講到，譬如話喺即係點樣去，譬如話即係點樣同我讓科技去讓到我哋嘅呢一個嘅即係特殊需要人士啦，佢係從呢一個嘅同佢自己嘅過去嘅自己比較呢個部分咧，我自己都係好同意嘅，因為即係好難，因為其實今日嘅題目嚇
即係同呢一個特殊嘅一人士。其實我覺得因為裏面仲可能有一啲括號嘅字係特殊需要人士，因為其實佢只不過同我哋一樣係有啲特別嘅一啲嘅需要嘅啫。咁啊，所以咧就係可能係即係按住唔同嘅一個需要啦，可能同埋唔同嘅一個程度啦。咁因為講緊話喺澳門嚟講，我哋嘅即係叫做特殊需要人士，即係身心障礙或者殘疾人士啦嚇。咁咧其實即係最少起碼都分咗6類啦，係咪？頭先都講咗好多個例子嘅。咁但係咧就喺當中咧，可能係透過唔同程度咧嘅科技嘅一個嘅介入咧，可能咧都會有唔同嘅一個嘅幫助。當然喺反方嗰度咧，亦都係有好多即係有理嘅理據嘅，譬如真係喺一啲嘅好即係弱嘅，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特別嘅一啲嘅需要嘅一啲嘅類別咧，可能用科技可能係一個嘅障礙嚟嘅。咁啊，即係喺當中咧，亦都即係提到可能喺價格嗰個問題啦。咁又係好現實，因為喺普及同唔普及當中，頭先所講嘅即係永遠在追趕當中，即係澳門即係點樣去做好咧？係即係已經唔係講緊係有幾多，仲要講緊質嗰個問題，仲有本土化嗰個考慮咯。咁而喺嗰個嘅意義啊度講，因為其實兩面咧都有提到，即係喺究竟科技裏面其實幫緊佢，定係其實讓佢更加可能有一啲滯後性嗰個部分。咁啊，即係喺當中可能喺科技發展啦嚟講，好多研究裏面都有提到，譬如話喺當中除咗科技可以去即係推動佢嘅就業之外啦，咁咧仲會有一啲譬如話透過訓練啦，令到佢哋學習得更好啦。因為頭先都有提到，尤其是政方都有提到，就係點樣幫到我哋嘅每一個人嘅一個嘅連結啊，同社會上面嘅連結嗰部分。咁所以咧喺嗰個嘅即係科技嗰個嘅發展咧，喺嗰個嘅訓練啊，同埋喺照顧啊、社交啊、休閒啊、安全啊、參與社會等等呢啲，而就業只係其中一類嚟嘅嚇。咁所以喺即係喺嗰個嘅即係點樣考慮到嗰個融入嗰個嘅定義咧，嗰個部分咧，咁可能喺即係今次裏邊咧，我就都希望聽多少少嘅個狀況。咁但係就我自己覺得喺即係喺政方嗰度，可能喺當方面就可能會游説多少少，就係唔同嘅一個嘅方面嗰個嘅融入嗰個部分啦嚇。咁睇下先啊。我唔知有幾多時間啦，但係講多一樣嘢，講一樣就係關於咧就係嗰個嘅輔助嗰個部分，因為頭先我記得正方有提到就係話其實一個其實戴眼鏡其實已經係個個人都會用到。但係我哋點樣可以讓到我哋嘅呢一個可能即係科技啦發展啦，去幫助到我哋嘅一啲可能唔同程度嘅需要嘅一啲嘅叫做人士咧，去叫做去融入社會咧嗰部分咧，我諗喺即係反方嗰度咧，可能真係要都可能喺呢方面多啲去考慮咯嚇。咁我嘅意見喺呢度啦，好多謝兩個組別都非常之精彩。唔該晒林副理事長，接住有請梁啟賢副教授同我哋夠點評，唔該。多謝啊！咁啊，都係一個好精彩嘅辯論比賽啦。不過點評之前，首先講明少少先啦，即係一向講嘢都比較辣少少嘅，唔好介意啊！即係如果講中你嘅，或者你覺得係講緊你嘅，唔好介意啊，都係以事論事啊。咁咧就講翻少少技巧啦，即係其實我頭先睇到有啲同學咧就。即係大家講嘢嗰陣時冇乜望人，咁當然可能好專注佢嘅內容啦。嗱，畢竟辯論比賽都係一種演講嚟嘅，咁有足夠嘅 eye contact 咧比較好少少嘅。正如而家我講嘢都望一望你啦，就唔會望個咪㗎。咁所以咧唔該大家，有時辯論比賽或者你以後都繼續往後都玩下去嘅話，注意少少咧 eye contact。除咗係即係望住你嗰張紙之外，否則嘅話咁我即係望翻你嘅時候，咁你究竟講緊咩？你講緊咩咧？另一樣嘢都係技巧嘅問題啦，即係講而家呢個世代咧，因為唔知 AI 發達啦定咩發達啦嚇，總之大家都拋咗好多好勁嘅組織出嚟啦，WHO 啊、ILO 啊，咁啊但係咧好多時咧聽完之後，究竟噏乜嘢咧？或者甚至乎可唔可以好 concrete 好具體講到邊份報告啊？或者甚至乎頭先我寫得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究竟係同一個組織啦？定兩個組織，定係兩個組織分別都做咗一個報告，然之後就講緊同一件事咧？可唔可以即係如果你引用啲真係國際組織啊，或者係好權威嘅嘢，
可唔可以 concrete 少少？究竟講緊邊份報告？究竟佢講緊乜嘢內容咧？而唔係即係因為個國際組織，哇好勁抽啊！咁世界勞工組國際勞工組織啊，咁我會覺得啊勁喎，咁咩咁勁先得㗎？你講清楚究竟邊份報告嗰個數字係講啲乜嘢？然之後你透過呢個數字推敲到啲乜嘢出嚟？咁啊另一個我覺得咧都係我值得提下啲後生仔，就係唔好玩太多技巧或者係啲好壞嘅我形容啦嚇，就係懶勁嘅 term，包括咗就係一個一個邏輯謬誤，哇咁我即刻好精神啦！哇邊條邏輯謬誤你捉到？咦講晒之後，邊個位邏輯謬誤咧？或者係頭先另外講到咁都係經常喺中學生會見到㗎，就係你偷換概念，咦偷換咗啲乜嘢咧？個概念頭先個概念係啲咩？你偷換咗啲乜嘢咧？唔好玩咁多呢啲咁嘅。好似好專業，但係又其實你講唔出佢其實偷換咗啲乜嘢啦。你捉到正咧，當然係非常好啦。但係你其實唔係好捉到佢咩事啊？唔奇嘅。咁我中學嘅時候都好興嘅，因為你能夠識講呢啲嘢咧，好似好勁咁嘛，嚇啲評判啊。咁但係唔好意思，你嚇到我今次嚇。咁即係其實呢個都係重要嘅，就係其實你要掌握緊究竟其實你或者你捉到應係啲乜嘢位。而唔係咧就講咗個 term 出嚟，就覺得自己好勁抽嚇。呢個好值得注意嘅。咁其實兩邊咧都有好多理據啦。但係當然我會少少覺得咧，正方係少少着數嘅成個題目，因為大家好容易想當然啊。因為科技發展梗係幫到人啦嚇，甚至乎唔單止淨係一啲 special 一啲特殊人士啦，所有人都幫咗手啦嚇，包括咗大家每日都喺度望住個智能手機嘅時候。梗係幫到你啦嚇，所以我有時諗啦，我開咗題目之後，有時諗究竟如果我係反方嘅話，我應該點打咧？因為其實睇個題目就係似乎有少少不利自己啦嚇。我會調翻轉頭諗嘅就係其實如果我做反方嘅話，我就唔會喺啲價錢，因為價錢上邊啊可能已經好容易，我諗成條線咧回正係捉到好硬咧，就係、你都係用呢啲咁嘅方法㗎。咁唔知你感唔感覺到成場咧，你係好被動地去回應緊，而唔係冇即係作為反方應該自己起個題目，然之後再去辯㗎嘛。你係俾培正捉到硬咧，係不斷咁樣攻擊，而你又冇乜好強嘅回應，都係守翻自己已經俾人攻擊嗰啲位啦。咁如果我係你嘅話咧，我就會諗下乜嘢叫科技化，或者甚至乎還原基本步啦。我中學嘅時候辯論最興玩乜鬼咧？就係李天命嗰啲嘅語理分析啊。咁語理分析啦，最近啱啱李天命博士又過身啦，又諗起佢真係佢個語理分析講乜鬼同講定義先。我定義呢個，然之後你就圍住我呢個定義討論，就係乜嘢叫科技發展嘅定義係乜嘢？科技發展嘅定義並不是為人類，科技發展定義只係一個龐大嘅工業賺錢嘅啫，從來冇諗過為你特殊人士着想嘅。嗱，如果你開咗個咁嘅題嘅時候咧，咁可能正方就會被動好多，即係其實就唔好用一種好想當然嘅方法去諗啦，然後要諗一啲可能咧，即係頭先講點樣重新定義翻嗰個題目，然之後去打咧，其實就會去到令自己係一個有利啲嘅位置，而唔係頭先咁。我諗可能你都感覺到你反方朋友啦，你係被打嘅，而不斷咁去搜，然之後就揾一啲唔知乜報告，就話俾你知你錯咁，但係其實我諗在座評判都唔係好知你份報告講乜嘅。OK，咁所以咧就真係要諗一諗，即係嗱辯論唔係一個真理嚟嘅，好多時咧講技術嘅，但係個技術咧就係你點去定題目同埋點樣解題嗰個咧先係重點啦。多謝嚇。好多謝各位評判嘅意見。根據比賽規則甲部分第6點規定，兩場初賽嘅勝方將出線入選決賽嘅競逐，並按決賽嘅得分嚟判定所屬嘅名次。同時，按照比賽章程甲部分第9點 D 項規定，季軍及殿軍以第一場及第二場初賽總分嚟判定所屬嘅名次。而冠、亞、季、殿獎項在今日各場賽事完結後，即係5點半進行嘅頒獎禮上面公佈及頒發。今場賽事嘅結果將會喺第二場初賽完結後公佈，下一場為第二場嘅初賽將會喺3點半開始，請各位留意。
雙方辯員可以到台下休息，唔該晒。